2026年国内外电影行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高成本、大制作的电影纷纷官宣上映，涵盖各大电影类型，再也不用愁没有好电影看了。那么2026年最新上映的电影有哪些？2026年新电影哪部最值得期待？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6年最新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热映的大片，也有正待上映的新片，一起来了解下吧。过家家，过家家是由武汉传奇人影视艺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李泰妍自编自导，韩三平监制，成龙、彭昱畅、张嘉宁领衔主演，潘斌龙、李平主演的合家欢电影，于2026年1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老房东任继清误将租客钟不凡认作儿子，与保健品销售苏小月、中介贾爷、邻居金针菇在同一屋檐下组成临时家庭，一段暖心奇遇由此展开的故事。马腾你别走，马腾你别走是由岳阳执导，邵妍已故，刘谦编剧，林更新、李幼斌领衔主演，宋茜、王彦霖特邀出演，李雪琴、陈哈林主演的喜剧片，于2026年1月16日上映，讲述了行动不便的钢厂退休骨干老林，因一场乌龙护工面试结识了不务正业的闲人马腾，两人从误解到相互扶持，最终发展出跨越年龄与身份的生死情谊，并在特殊旅程中共同寻找直面困境的勇气。影片通过生死委托的叙事切口，聚焦现代人面对孤独与迷茫时的精神困局，传递善意、连接与希望的主题。重返寂静岭，重返寂静岭 Return to Silent Hill 是由克里斯多夫甘斯执导，威廉乔瑟夫施耐德、克里斯多夫甘斯、外商圭一郎、桑德拉沃安编剧，杰瑞米艾文、汉娜艾米丽安德森、罗伯特斯特兰奇、艾薇坦普尔顿等出演的恐怖电影，于2026年1月23日上映。法国、德国、塞尔维亚联合制作，改编自科乐美游戏《寂静岭2》，为寂静岭系列电影的第3部。极限审判，极限审判 Mercy 是由提莫贝克曼贝托夫执导，马可范贝尔编剧，克里斯帕拉特、丽贝卡弗格森、安娜贝拉沃利斯、卡利瑞斯等主演，在英国和美国制片的科幻惊悚片，于2026年1月23日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该片讲述不久后的将来，犯罪率飙升，政府引进 AI 系统宽恕，同时扮演法官、陪审团和执法者，死罪不断增加。此时，一名参与设计该系统的警探被指控谋杀了妻子，他必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不然90分钟后就会被执行死刑。随后他发现此事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阴谋。末日逃生2：迁移，末日逃生2：迁移是由里克罗曼沃夫执导，米切尔拉弗纳、克里斯斯帕林担任编剧，杰拉德巴特勒、莫蕾娜巴卡林主演的灾难电影。该片是2020年电影《末日逃生》的续集，于2026年1月9日在北美上映，讲述加里第一家在格陵兰岛安全掩体物资耗尽后，被迫穿越已成冰冻荒地的欧洲大陆，寻找新栖息地的冒险旅程。盛夏假期遇见爱，盛夏假期遇见爱是由布雷特海利执导，艾米丽巴德、汤姆布莱斯主演的爱情喜剧片，改编自艾米丽亨利的同名畅销小说，于2026年1月9日上线。影片讲述自由奔放的波比与循规蹈矩的亚历克斯维持了近10年的暑期旅行传统突然中断，两人因此失去联系。多年后，他们在旅途中意外重逢，共同面对彼此未曾表露的情感羁绊。走心男，走心男翻拍自阿根廷电影《西夏五子》，由全相佑、文彩元主演，2026年1月14日上映，讲述了高中时期遇见初恋的男人无意间将家庭史变成秘密而展开的一系列风波浪漫喜剧故事。请求救援，请求救援是由山姆雷米执导，达米安香农、马克斯威夫特联合编剧，瑞秋麦克亚当斯、迪伦奥布莱恩领衔主演，丹尼斯海斯伯特、吴玉刚出演的恐怖惊悚片，于2026年1月30日在北美上映。该片讲述了一场飞机失事后唯二的幸存者，也是一对同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他们必须克服过去的恩怨，
齐心协力求生，这是一场意志与智慧的斗争。我的朋友安德烈。我的朋友安德烈是由董子健执导，张维仲、董子健编剧，刘昊然、董子健、樱桃、韩浩林、池星凯、董宝石、宁理主演的剧情电影，于2026年1月17日上映。该片根据双雪涛的同名小说改编，主要讲述父亲离世的李默回东北奔丧，重逢少年时的旧友安德烈，两人各怀心事，开启了一段充满故事的旅程。惊变28年2白骨圣殿。惊变28年2白骨圣殿是由尼亚达科斯塔执导，亚历克斯加兰编剧，阿尔菲威廉姆斯、杰克奥康奈尔、拉尔夫费因斯等主演，基里安墨菲担任执行制片人并出演的惊悚恐怖片。该片于2026年1月14日在英国上映，1月16日在北美上映。该电影是2025年上映的惊变28年的直接续集，也是惊变28天系列的第4部作品，计划作为新3部曲的第2部。而该片讲述了凯尔森博士陷入一段出乎意料的关系，其影响足以颠覆人类的未来。